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婚林县的环保局举办素食料理的比赛，邀请到乡亲用婚林当季在地农产类料理，期待透过这个活动，向乡亲来宣导，把这个在地当季的食材作为平常时煮食的第一选择，减少着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，唔但对身体好，还那真环保。婚林县环保局举办素食料理比赛。 伫活动现场嘛，充满各种美食。这个好得等个咧，哦。这只皮卡丘，这龙猫，做这较男囡仔较爱，这拢古早味的，拢试较做。 伫比赛内底邀请参加的选手爱用婚林当地时在地农产来料理，嘛向乡亲宣导，甲在地当地时的食材当作平常时煮饭的优先选择，安尼会使减少运输过程所产生的碳排放。 然后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活动，让学生也可以借由做中学，好，然后边做边学，然后学到厨艺，也学到我们的环保议题。其实这个活动我们最主要还是强调了吃当地，用当地的这个概念除了比赛以外，活动嘛邀请地方小农推销自产的农产品，和民众会使伫现场买到上在地农产品。嘛期待透过活动，除了会使食到各种好。 这的素食和在地农产，嘛会使互民众对环保饮食有更较深的熟悉。